屏东县政府甲渔业事务管理所结合着在地业者，来打造做真有特色的石斑鱼的早午餐。到年底之前，只要透过奶摕到好鱼罐，就会当用99块吃到这个真澎湃的石斑鱼的早午顿。西式料理有法国胖，有青菜，有煎马铃薯，看到的真面顶肉，唔是牛肉、鸡肉、猪肉，是石斑。过来这出炖饭，嘛无过用用过西式餐点时常伫用的肉，即马换做充满台湾味的石斑。你觉得这样的拼盘是还蛮不错的？我觉得是物超所值。因为石斑一般拢伫请人客才看会到，屏东县政府最近拍拼推广早午餐，即马更加将早午餐的这肉拢换做在地石斑，推出各种石斑的餐点，就是要将民众用过所想的高级鱼货，变成一般民众的美食。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设定到比较平易近人一点的价位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几个早午餐的业者，能够来推展我们国内国产的这个石斑鱼。屏东县政府表示讲，即马只要通过屏东好鱼官方的 App， 就会使用99块去吃到石斑的早午餐。到年底为止，一间店限量200份，希望讲用这款的做法，让更较侪人去吃到屏东在地真好食的石斑鱼肉。